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就是发生在2月28号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世纪争吵的背后，这个特朗普到底想从俄乌冲突中获得什么？这个事情的起因大家都知道了咱们聊的也很多了。2025年2月28号，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并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原本要签署矿产协议的场合却变成了一出举世哗然的世纪争吵。副总统万斯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不尊重和缺乏感谢。当特朗普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挺不过2周时，泽连斯基反驳道，俄罗斯曾经说过3天。美国对乌和对俄的政策为何在特朗普上台后发生剧烈转变？特朗普的和平与泽连斯基想要的和平有什么差别？乌、俄、美3国当下都想要什么？这个今天三联生活周刊他刊登了一篇报道，他这个报道主要是采访有2位专家，一个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叫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晨，和上海政法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欣，也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就特朗普到底要什么，特朗普的和平和乌克兰的和平到底差距是什么进行一个反弹。我们看一看这个来自国内的专家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三联生活周刊说他说特朗普在世纪争吵后发推特说泽连斯基还没有准备好和平。特朗普口中的和平指的是什么？和泽连斯基口中的和平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这个李欣说他说特朗普的和平指的是美国与俄罗斯在第一轮谈判中达成的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乌东4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加上克里米亚，这些领土都归俄罗斯，都是俄罗斯的新领土。这种和平对于乌克兰而言，意味着过去3年的战斗几乎白打了。因此，泽连斯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停火条件，也不可能接受没有乌克兰和欧盟参与的和平草案的制定。也就是咱们中国的专家认为特朗普的和平实际上就是全盘接受普京的条件，也就是要求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就这个意思。另外一位专家杨晨说显而易见，特朗普所定义的和平并非泽连斯基想要的和平，这也是双方在媒体见证下互怼并最终一拍两散的原因所在。二者最大的差别是，特朗普只想尽快兑现选前承诺，为成就最伟大的总统贡献业绩。和平在此情况下更多只停留在停火这一浅层结构上，而泽连斯基期望的是美国提供比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基辅孜孜以求的持久的和平。特朗普口中的和平是以俄美妥协和美国视俄罗斯为平等伙伴为前提，并要求乌克兰为华盛顿此前的援助付出相应的代价。背后的逻辑是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大交易模式，遵从的是基于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致现实主义理念。这个中国专家杨晨的这个说法还是稍微靠点谱不过他后面说了他说泽连斯基试图迎合特朗普对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的战略需求，但他旨在最终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希望乌美利益捆绑的方式换取华盛顿对基辅的保护，进而消解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尽管相较于拜登执政期间，泽连斯基已经被迫现实了许多，但其本质仍是基于价值观一致的理想主义路径。这个杨晨接着说他说乌美领导人激烈冲突第一次向世界直播有其必然性，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三观很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是由乌克兰危机的复杂结构所决定的，那就是咱们官方老说的复杂的历史经纬。这所有旨在劝和促谈的努力和尝试都不得不面临诸多很难兼容的约束条件，几乎使其注定要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简单而言他说乌克兰危机不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而是关乎欧洲安全架构
这一战略安排的前景，美国、北约和欧盟都被深深卷入其中。乌克兰的危机啊，就像一个套娃，那解决乌克兰危机，那就像拆那个套娃一样的啊，拆掉一层还有一层，拆掉一层还有一层，最外层是相对最容易实现的，也就是特朗普及其这个幕僚啊念兹在兹的停火，而这个中间层呢，则是和平，也就是停火容易，和平难。而乌克兰想要避免陷入朝鲜半岛只有终战协议而无合约的情境，因而坚决要求通过加入北约获得可制约俄罗斯的安全保障，而且和平问题绕不开顿巴斯等地的主权归属问题。在这一层次上，俄乌的立场显然是截然对立的。俄罗斯坚持实际控制的5州主权不容谈判，而乌克兰则不可能完全放弃。那么最核心的层次则是欧洲的安全架构，到底是维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北约一家独大模式，还是按照俄罗斯设想重构以欧安组织为核心的俄美对等的新欧洲安全秩序？各方立场分歧明显，这实际上也是普京对乌克兰动武的主要目的之一。俄罗斯希望理想状态是北约退回到1997年签署的这个文件之时啊，1999年第一次北约东扩之前的状态。泽连斯基更关心的是第二重诉求，俄罗斯更在意的是第三重。而对于特朗普而言，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而且也不愿意和俄罗斯硬碰硬，所以最优选择就成了压泽连斯基同意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而且要求基辅用战略资源来买单。你看啊，这个中国的专家认为啊，无论是乌克兰、俄罗斯还是美国，他们的诉求其实并不相同。特朗普就是希望停火，好完成他对美国选民的一个承诺，然后啊，他也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阻止了第3次世界大战，拯救人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这个乌克兰呢，他要的是持久的和平，要求的是安全保障。也这个战打完以后啊，俄罗斯不可能再对乌克兰发动战争。那么俄罗斯呢，那就是要重构啊欧洲的这种安全架构啊，这个是中国专家的观点啊。我觉得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问题在于啊，在这份方案里，泽连斯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在美国的考虑范围内，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迎头相撞的结果就是无法避免的战略摩擦。甚至俄罗斯专家学者都戏谑的评论称啊，如果泽连斯基想要投降，只需要访问莫斯科签订城下之盟就可以了，何必跑到华盛顿去？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那么3联生活周刊说啊，美国为何在特朗普上台后突然对俄缓和关系，其原因和动机是什么？有说法称啊，普京所代表的俄罗斯国家主义体系强调东正教保守价值观，而特朗普则迎合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选民，两者在反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某些传统价值观上存在一定共鸣，因此他们两人可能是政治上互相欣赏。这个确实有这个苗头啊。你看啊，杜金啊念兹在兹的天天说的就是反全球主义，那么普京实际上也是反全球化，而这个特朗普现在所做的孤立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全球化。所以你看啊，实际上是他们的政治观念非常相似，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彼此呼应，吸引了？这个中国专家杨晨说啊，他说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和其第一任期内表现完全不同。他说如果说上一次特朗普有心无力，摆脱不了美国建制派反俄思维定式和制约的话，这一次则是凭借强大的民意支持无条件重启。这一颠覆性变化背后有非常复杂的逻辑机理，但价值观趋同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言下之意就是普京和特朗普的价值观类似，叫三观吻合啊，这个麻烦就大了。说普京早在2013年左右就多次公开批评欧洲文明已死，强调能拯救欧洲和西方的只有俄罗斯的保守主义。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普京在思想广谱上的转换啊，自然会外溢到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取向上。而特朗普之所以强势崛起，和美国国内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极化发展引发的社会强烈反弹有关，也就是极左引起的反噬有关，也呈现出美国社会对保守主义理念的拥抱。尽管普京和特朗普的观念在具体细节上有差异，但在保守主义的基调上
取向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特朗普和普京的认知模式也日益趋同。这不是说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相近，而是他们都更青睐于建立基于实力政治的国际权力结构。换而言之，特朗普正在以美国优先为名，抛弃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在仁慈、霸权和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在相当程度上，美国正在迅速走向此前讳莫如深的帝国主义模式上，国际关系等级制成为主导逻辑。这一点恰恰和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以及国际秩序重构方面诉求有类似结构。也就是特朗普和普京现在都不约而同的要搞这种帝国主义模式国际关系等级制。说因此特朗普当下成为西方最理解俄罗斯的领导人，而普京则成了在东方最理解的特朗普的领导人。他们彼此理解和欣赏，这也让第一任期从未对普京恶言相向的特朗普在重新掌权美国权力后可以放手而为。这个中国专家还说特朗普调整对俄关系还与其个人发家史有密切关系。作为商人，特朗普的商业王国经历过多次起伏，每次他陷入低谷几经破产的关键时刻，往往有俄罗斯或东欧背景的资本多次拯救，使其东山再起。从个人性格看，特朗普颇有江湖习气，一方面睚眦必报，但同时也知恩图报，所以他始终对俄罗斯抱有好感，以了解理解俄罗斯自居。这一因素不可能不影响到特朗普对俄政策取向，只是在他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建制派对俄批评不断，给其调整对俄政策掣肘太多，没有可操作的足够空间。因此特朗普对俄政策180度转变，虽然出乎许多人意料，但这并非偶然，一切有迹可循。俄政策的调整是否也和特朗普对欧洲的看法有关？这个3联生活周刊提的问题。这个中国专家杨晨说他说对于欧洲而言，二战后制度安排的核心是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但现在特朗普政府不屑于免费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我认为特朗普调整对俄关系的一个隐性目标是重建欧洲盟友体系，将跨大西洋关系的底层逻辑从什么同济之首变成绝对意义上的美主欧从，就是美国主导，欧洲服从。利用欧洲最担心的俄罗斯威胁，则可以加速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降低美国实力日趋下降的霸权维护资本。将特朗普对俄的全面亲上和对欧洲领导人多方责难对照起来看，似乎可以看到美国外交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转变的深层结构。它这个过去美国的欧洲政策遵循的是威尔逊主义或者是自由国际主义的指导安排，当下特朗普的布局则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在此意义上，俄罗斯成了特朗普的一张对欧洲提高要价的牌，旨在迫使北约、欧洲成员国完全接受美国的领导。他说，特朗普不是要退回美国历史上曾经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而是采取单边主义行为，重塑包括北约盟友在内的双边关系。特朗普深知欧洲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欧洲内部的意志性也日益增加，最大的可能是最终将不得不全面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目前看似乎有这个迹象，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和法国不仅相继跑到这个华盛顿去访问游说，而且就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互怼之后这个欧洲人在斯塔默的主导下搞了一个和平方案，还是要去美国去协商，无论欧洲出兵不出兵，最终还要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最终就现在让人感觉这个欧洲还是不得不全面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也就是特朗普把欧洲拿捏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大的变数就是德国，因为德国的后任总理默茨他说欧洲必须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不要指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德国就已经明确要求英法提供核保护，所以这个变数在德国目前以英法这两个老牌的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也是这个绥靖的这个传统，说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不仅在内部推动自身的文化革命，同时还针对欧洲盟友开展颜色革命，希望欧洲在意识形态上也逐步放弃进步主义路线，重回保守主义立场。特朗普团队近期大力支持
德国选择党，可以看作这是以战略思路的最新呈现。幸好啊，这个莫茨他的这个基民盟获胜，如果选择党获胜啊，那基本上特朗普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说啊，除了对欧洲的战略，特朗普的俄乌政策是否也和他的全球战略相关？这个中国专家杨晨说啊，特朗普改变对俄政策还是其塑造中美关系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大国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美国若要捍卫全球霸主地位，就必须处理好大国因素。在美国整体实力有收缩的情况下，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精英越来越倾向于集中精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与盟友形成统一力量来应对大国的挑战。他说，在此背景下，尽快冻结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和解，似乎已经从排序靠后的可选项变成了优先选项。实际上，在美国啊，它是有一个学派，有那么一撮政治精英以及学者，他们的主张说简单一点就是联俄制中啊，这个在美国啊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和群众基础的。专家说啊，如果说此前分化中俄还停留在纸面上的话，在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等人倾力操作下，颠倒的尼克松三角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外交选项。尽管美国也意识到让俄罗斯倒向美国一边不现实，但至少要使俄罗斯站在离大国更远的坐标点上，不能让俄罗斯对大国过度依赖。特朗普一边表示欢迎大国投资，一边认定绝不能让大国和俄罗斯团结一致。特朗普在采访中对此直言不讳。然后这个专家说啊，特朗普如此热衷于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或许和他觊觎诺贝尔和平奖有一定的关联。有说法称啊，特朗普可能具有自恋性人格，或者说倾向于马基亚维里主义人格。说这个美国乌克兰与俄罗斯事务特使克勒格将军呢，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前接受多次采访，隐约提及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调停双方，最终促成和平条约。这个专家说啊，除了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把自己塑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特朗普有希望和前任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载入史册的动机。比如说啊，奥巴马通过诺贝尔和平奖，罗斯福也因调停日俄战争获得此殊荣。那么特朗普不排除啊有攀比心理，否则啊其团队核心成员不会如此激切。专家的这一点啊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我也认为是特朗普啊，他想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想把自己啊包装成历程挽救人类，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么一个形象，他也作为全球的拯救者，人类的拯救者。我这个完全符合特朗普的性格啊。然后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说啊，如果美国彻底中断对乌克兰的援助，会对俄乌冲突的形势带来何种影响？这个杨晨说啊，作为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更多的战争资源，且对外部援助依赖较低，因此在长期消耗战中有更多的比较优势。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国内转型中的种种结构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自废武功，军事生产能力和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使其无法同日而语。说战争是无比残酷的，不能靠激情支撑，最终决定战场态势的依然是综合实力。过去3年的战事演变已说明，乌克兰在有充足的外部援助的前提下，才能仰仗战术设计取得局部优势。乌克兰已经展示了强大的战略韧性，但这并不能改变2023年夏季反攻未获预期成果以后的总体疲弱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乌克兰策划了旨在以土地换土地的库尔斯克突袭行动，但并未起到调动俄军回转的战略作用。拜登政府执政后期，由于美国两党内耗，导致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及时，武器弹药供应不足引发的负面效应不断凸显。仅从炮弹消耗角度来看，俄军每天可以发射5万发，而乌军则一度仅有6000发左右。直至美国恢复正常供应，乌军才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试想一下，如果武器弹药供应因特朗普政府的中断而终止，而
无法满足战场需求，乌克兰又该如何应对？美国的供货大概占到外部援助的60%，这意味着对乌而言，美元是不可或缺的。在欧洲军工体系短期内难以发挥替代性作用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灾难性影响。与此相关的是，美国未来一旦进一步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直接影响乌军士气。过去3年，乌克兰在美西方的持续援助下坚持作战，这已经成为泽连斯基乌军和整个乌克兰社会的稳定预期。他们希望借此长期消耗俄罗斯，并终将迎来俄罗斯战略失败的场景。他说特朗普主动改善对俄关系，甚至调转枪头，是典型的俄罗斯叙事，对乌克兰大家责难已经引发一定的战略恐慌。如果美国更进一步，援助突然大幅减少或直接中断，乌军士气或将大幅下降，并不排除战场上出现更为混乱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我想是有可能啊，不能排除。这个3联生活周刊说从白宫离开后泽连斯基很快在英国获得了22.6亿英镑的贷款，欧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这个专家说现在乌克兰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欧洲的团结上，如果欧洲领导人能够排除特朗普冲击的干扰，更加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甚至为此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自主计划，可能部分消减美国转向的负面影响。但问题是，欧洲战略自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欧盟成员国内部甚至不能形成统一立场。继匈牙利、鄂尔班政权公开力挺特朗普之后，克罗地亚明确宣布不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乌克兰，也就是欧盟内部。3联生活周刊说特朗普的外交战略决策机制是怎样的？是他个人决定的吗？这个中国专家说美国历届政府在外交层面几乎都会带有强烈的总统个人印记，相比内敛，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几乎不受制衡。这一独特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总统个人对国际事务整体理解和对其具体问题的局部认知，都会深刻影响其外交取向和处理国际问题的优先顺序。如果仅就乌克兰危机而言，似乎特朗普个性对当前戏剧性局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目前美国外交的现状和前景折射了特朗普个人的世界观，更反映了美国精英对国际格局基本认知和结构性转型。总体而言，美国社会整体上右倾的保守主义取向造就了特朗普这样的时代英雄，同时也塑造了美国外交的总路线。特朗普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调整，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这一新潮流和新常态。对乌克兰明显压制和对俄罗斯的日益亲善服务的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战略需求。3联生活周刊说这次美国和乌克兰接触以矿产投资协议为突破口的原因是什么？就目前的状态看，乌克兰和美国还有可能谈下去吗？这个中国的专家李欣他说对泽连斯基来说即使把这5000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全部交给美国，换取美国的继续军援或得到安全保障，也是对他有利的。但这份协议基本没有满足乌克兰条件和愿望。我认为泽连斯基即使不愿签署这份有着卖国色彩的条约，但美国3000亿美元的军援债务他也必须想办法偿还，除了矿产资源之外还有什么？所以他还是会签署。作为一个大商人，特朗普看准了乌克兰重建这个大好商机，所以特朗普才要求尽快停火。但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自己的资源，乌克兰的煤炭、油气和一些稀土资源集中在乌东四周，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已归属俄罗斯，所以乌克兰并没有太多资源可以供给美国。因此普京不失时机地表示，俄罗斯准备向美国提供该国稀土资源生产和北极资源开发，包括开发乌东四周的矿产资源。我注意到俄罗斯的资源稀土并不丰富，从现有或者计划开采的矿床储量来看，它在全球仅位列第4位，排在中国、越南、印度之后。从商品化产量分析，俄罗斯在全球仅占不到1%，因此俄罗斯也夸大了自己的资源。专家说因此这份协议对美国而言是有利的，对俄罗斯而言增加了美俄共同开发乌克兰矿产的可能性，对于乌克兰而言，它存在卖国或者换资源求援助的嫌疑，而且争取到安全保障有限，所以乌克兰无利可图。所以特朗普会对泽连斯基表示，你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我觉得这个是专家的一种偏见呢。什么叫偏见呢？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签这个矿产协议，那就是卖国。普京主动跟特朗普要签这个协议，那
那就是对俄罗斯有利，这就是妥妥的典型的偏见加上双标啊。这个中国专家杨晨说从矿产投资协议的谈判可以看出，泽连斯基想要基于安全保障的资源出让，而特朗普则谋求是以提供最少安全保障为前提的资源获得。在美国绝对实力面前，这种形式上看起来对等和平的双边协议，实际上永远不可能满足泽连斯基的诉求。说白了，这个世界并不沿着线性进步，也不是从低到高迈向更美好的状态，相反，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回归到了最残酷的数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以现实主义为核心驱动力的地缘政治状态。可以说，世界正处于天下大乱的阶段。如果无法认清这一现实，并学会与丛林法则巧妙地打交道，就将面临严重的问题。其实，当前的形势发展，尤其是在美国根本没有以大事小的气度和意愿的情况下，更考验乌克兰以小事大的智慧和能力。说战争已经延宕3年，乌克兰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从乌克兰的理想目标来看，收复乌东四州甚至克里米亚绝对是最好的结果。这样的前景看似美好，但现实却极为残酷。面对这种局面，乌克兰如何找到平衡点，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论是芬兰化还是永久中立，或许仍是潜在的可选项。如果现阶段没有一揽子永久解决方案，重回现实主义未必不是一个过渡路径。比如暂时不确定乌东各州地位。实际上，所有外交难题没有最优解，政治家和外交官面对的约束条件极为复杂，不可能完全去除。决策者从来没有完美的选项，未能如期签约已经让乌克兰陷入了两难境地，过度理想主义可能已不可取。泽连斯基需要找到替代性方案。这个中国的专家尤其是杨晨他主要说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这个特朗普的现实主义，泽连斯基的理想主义现在要求主权领土的完整，那叫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基于现状丛林法则。我在想这专家说的对还是不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我们到底要走向何方？我只能是庆幸这样的专家他没有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如果他要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那他肯定是跟着汪精卫跑成为汪伪政府的智囊。那现实主义那不就是你要投降日本吗？你又打不过日本，对吧？你的东北、你的华北、你的沿海都被日本占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个国家来给你调停，说被占的这地方基于现实主义就划给日本了，而日本再进一步要求说他没占的地方他也要。我不知道这些专家他会怎么样去劝当时的中国人，说你们要现实主义这个理想主义是走不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不能说专家说的全错专家很多地方分析非常有道理，但不论是专家还是我，那都是个人之言，就是一家之言，都是仅供参考。这个世上没有神仙。这些专家忽略了特朗普，对吧？这种他是商人的特性。特朗普一再强调美国利益优先。特朗普虽然对这个乌克兰对泽连斯基大加这个 PUA 极限施压，但是不代表特朗普不再援助乌克兰。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它的形势会发生变化。拜登时代，对吧？那就是国会拨款，对吧？他有预算法案，然后把那个库存的武器都送给乌克兰。完了之后呢，再从经济上对乌克兰一些人道主义援助。我看了一下，这个比例大概3:1或者2:1，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钱呢，2/3是武器，1/3是现金。那特朗普他不希望这样，对吧？特朗普希望所有的武器你们拿钱来买，你乌克兰出钱也行，欧洲出钱也行。很难想象欧洲拿着钱去买美国的武器，他不卖。特朗普心心念念的要求欧洲把这个军费从1%提高到2%、3%甚至5%，干什么？那还不就是去美国买武器吗？买他的 F-35战斗机，买他的坦克，买他的标枪导弹。那现在欧洲拿钱来买，他不卖什么？所以说美国的援助它形势会发生变化。专家敢不敢说美国会援助俄罗斯，给俄罗斯武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专家还是陷入在一个阴谋论里面，就是他总认为这个一面又认为特朗普跟俄罗斯搞好关系是基于价值观、个人的三观相近。当然，同时他也说特朗普本人对俄罗斯还是很亲近，因为他每次要摔倒或者要破产的时候，都是莫名其妙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资金或者是东欧的资金拯救了他，所以特朗普知恩图报。然后特朗普利用俄罗斯来威胁欧洲，那么欧洲就得听美国的。这里面他又忘了，这个时候又把俄罗斯当做一个傻子了。普京就是弱智，就是普京甘当特朗普的这叫什么大棒子，这个他完全不顾普京的感受了。普京就是100%会配合他吗？专家在谈到美国、俄罗斯和大国的关系的时候，普京也变聪明了，他不会上特朗普的当，不会跟特朗普一起来压制大国。但是这个谈到欧洲、俄罗斯和
和特朗普的关系的时候，普京也变成个傻子啊，就变成这个美国的一个工具来恐吓威胁欧洲。所以说这个专家就是处处双标啊，就是他考虑问题啊，你们发现他总是缺一根，过于这个，就是他先贴个标签，先有结论，再去论证这个过程。这个跟胡锡进老师啊都是一路啊货色。当然是某些观点上啊，我也不能说专家全是这样，因为我也没功夫去仔细研究它。或者普京就那么傻啊，一旦停火了，普京不会跟欧洲又去讨好，对吧？又去亲近，又去供应能源，对吧？又去搞市场，就像默克尔时期一样，对吧？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吃了这个亏啊，他就一再想让这个欧洲跟俄罗斯关系不要好，对吧？就是你们不要走得太近，你不要用它的天然气，不要用它的能源，你得跟我美国买。实际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就是普京不可能100%的听命于特朗普。当然了，说到欧洲的团结，我觉得专家说的也是对的。这个欧洲目前啊很难团结起来，当然你也不能说它就没有可能团结，但是至少目前看比较难，它还没有从那个美国的保护伞下走出来的这种勇气，它还没有断奶，还有戒断反应呢。甚至有很多欧洲人他根本就接受不了从美国的保护伞下出来。专家一面啊批评叫丛林法则，但是似乎他有一面他又好像迎接这个丛林法则的到来，这叫现实。避免丛林法则，那只能说文明要战胜野蛮，文明战胜野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专家也在这个问题上面两难啊。人类到底往哪儿走呢？是走进丛林社会，还是迈向更文明？俄罗斯赢了，那就是丛林社会，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大国说了算，小国你没有什么主权完整，领土完整，那都是扯淡，那都是大国的恩赐。大国可以借口自己的安全空间，可以借口自己这个威胁那个威胁，然后要求你小国放弃你的港口领土，你的外交自主权，这不就是丛林社会了吗？什么北约东扩啊，那你乌克兰就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难道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想加入哪个组织，这是他的权利啊。你俄罗斯想重构欧洲的安全，你凭什么？你何德何能啊？不同意那就打，还不是丛林社会吗？还不是野蛮吗？丛林法则，一句复杂的历史经纬就可以掩盖这种侵略的事实，为这个野蛮的侵略做注解，这个也是一个悲哀啊。复杂的历史经纬难道就要战争吗？那俄罗斯和大国之间这个经纬难道不够复杂吗？是不是也意味着要打一仗？大国和日本这个历史经纬难道不够复杂吗？侵略就是侵略。专家一遍认为特朗普和普京的价值观一致，就是细节方面不一样，但是大的趋势是一致性。那这个作为大国的专家应该感到后脊背发凉啊，因为这俩人三观一致，那你说对哪个国家不好啊？但是专家跟胡锡进一样，又开始拍胸脯，就是俄爹不会负我的，俄爹不会抛弃我。虽然我们跟俄爹价值观不一致，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役比比皆是，专家只看到了乌克兰的弱小，却看不出俄罗斯叫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专家就选择性的忽略了对吧？普里戈金的反叛，俄罗斯国内矛盾重重，这些对专家来说好像这些都不叫问题，这个就是叫盲人摸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